台文通信第5页，菩提树，可宾式翻译。大门前的古井边有菩提树一丛，我捌伫伊树荫下做过无数眠梦，也捌伫树坡顶面刻落几句爱诗。无论是快乐痛苦，我就挖来找伊。阴暗搁再流浪，直到半暝深更，静静徛伫黑暗中，将我双目放开，敢若听见树叶声，向我轻声呼叫：“朋友，请转来我遮。”来找旧梦安歇，凛冽的北风吹来，直扫我的正面，头顶的雾随吹落，我悠然向前进。虽然呾远离故乡已经有几年冬，犹旧听着伊叫。来遮找你平安。这首诗我拄则念的时阵，有一两个字吼，我袂记全对我家己的即个脑泉腔吼，因为看了即个白话字吼，直接就甲读出来。这是凛冽吼，凛冽放开就是目睭合起来吼，合目。这白话字是写放客吼，但是我的腔觉是放开吼。叶，即个是叶。菩提树吼，菩提树。咱来查一下即个甘字典。提树，拍大字大写。提树，大字典用汉字是菩萨的菩萨的菩啦吼，所以是爱读做菩提树啦吼，菩提树因为即篇顶头吼，可宾式翻的即篇，伊是写即个普啦吼，普通的普，所以变成读做菩提树吼，变音声调无共吼。看一下即个大字大词典原册的即个解说吼，遮吼菩提树，菩提树，菩提树，字句叫做菩提树。看 ，OK。另外是即个可宾式吼。即个伊的名，咱来学一下。我先用波摸来甲即个汉字拍出来吼。可宾式吼，歹势吼，我发音无准去吼，应该是第8声式，可宾式吼。式就是大意思吼，充满的意思，就是式，可宾式吼。先煞讲一下咱顶一篇吼，五方艺即个艺吼，即个艺字，当有两个发音吼，一个是艺。一个是艺字，一个是字吼。
啊，应该是我相信是白话音甲文言音的即个差别啦吼，文白的即个差。是懒散，即个字是懒散、受气、好胆、决意、担当吼。咱一般知影的是即个意思啦，决意吼，毅力吼。好，来读到遮。啊，我自头到尾拢袂记甲即个画面切过来，歹势安尼我搁重录一遍吼。我先来甲即个录影甲停起来。